僕人敬聽三代經課5月11號詩篇23篇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他使我的靈魂蘇醒，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。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敵人面前，你為我擺設筵席。你用油膏了我的頭，使我的福杯滿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。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直到永遠。詩篇23篇表達出對上帝深切嘅信靠，佢就好似牧者一樣，引導我哋經過死蔭幽谷，亦都唔懼怕，並且喺敵人面前為我哋擺設筵席。無論環境係點，上帝嘅慈愛同恩惠永遠都伴隨住我哋啊！當中有3個學習嘅地方。第一，神係供應者，無論物質或者靈性上嘅需要，神都會為我哋預備㗎。我再講一次，神係供應者，即係無論喺物質或者靈性上嘅需要，神都會為我哋預備㗎。第二，黑暗中有主同在，神嘅杖同埋竿係我哋嘅安慰，佢對我哋係不離不棄㗎。我再講一次，黑暗中有主同在，即係神嘅杖同竿係我哋嘅安慰，佢對我哋不離不棄。第三，慈愛同埋恩典一生隨行，意思係神嘅良善唔係短暫，而係永恆㗎。我再重複一次，慈愛同埋恩典一生隨行，因為神嘅良善唔係短暫，而係永恆㗎。反思問題：當我面對壓力或者不安嘅時候，我係咪仍然相信神會引導同埋保護我呢？我再講一次，當我面對壓力或者不安嘅時候，我係咪仍然相信神會引導同埋保護我呢？實踐行動，每日花5分鐘靜默禱告，默想神嘅同在同埋供應，加深對佢嘅信靠啊！重複一次，每日花5分鐘靜默禱告，默想神嘅同在同供應，加深對佢嘅信靠啊！